小朋友家長日嘅時候，你同阿仔阿女準備入課室拎成績表，聽班主任評價小朋友嘅表現，你嘅心跳係咪快過佢哋呢？佢成績好，你呢一日嘅心情就好到陽光普照，但係如果佢成績差，你個心就好似壓咗嚿石頭咁，甚至心裏面會諗，係咪我有啲嘢做得唔夠，做得唔好呢？係啊，曾經我都係咁樣。一個有邊界感嘅媽媽可以令到一個家重生。其實我最初做咗10年嘅全職媽媽，我發現自己不自覺都出現呢一個現象。我將小朋友嘅表現當成係自己嘅成績表，小朋友行為好，表現好，我就覺得我呢個媽媽做得好。但係相反，小朋友嘅行為有偏差或者成績唔理想，我就會好容易否定自己喺育兒上曾經一切嘅努力。我嘅自我價值感變咗同小朋友嘅表現完全掛鈎。其實全職媽媽喺親子關係當中係會比較容易出現呢一種越界嘅思想，意思即係家長會將自己嘅期望變成小朋友嘅責任同埋壓力。當家長越用力，小朋友就越辛苦。其實我哋需要保持內在嘅核心穩定，小朋友唔應該係我哋嘅核心。我哋將注意力由控制小朋友轉換返嚟培養自己，咁就唔再需要靠小朋友嘅表現去支撐我哋嘅自我價值。媽媽其實係可以發展自己嘅事業、興趣，建立自己嘅內在核心。就算係返一份兼職，都唔單止係為咗收入，更加係為咗一個屬於自己嘅身份同節奏。又或者培養1-2個興趣，哪怕每星期只係俾自己2個鐘頭去畫下畫、做下運動、同朋友飲杯咖啡。關鍵唔係做咗啲乜，而係呢一段時間裏面，你記得你係你。有咗呢個自己，奇妙嘅事就會發生。就算小朋友嘅成績暫時未如理想，你嘅情緒都會比以前穩定，因為你明白佢嘅成績表唔係你嘅報告，而係你嘅生活重心唔再淨係得小朋友同家庭，有咗一個屬於自己嘅部分，各有各忙，其實係一種健康嘅距離，俾大家都可以唞啖氣。所以一個媽媽嘅覺醒，其實就係由建立呢一份邊界感開始。真正讓一個家庭改變，唔係小朋友要幾努力，而係媽媽先揾返自己嘅步調同重心。